艺术春秋搿个一部书啊，我还是比较欢喜的。为啥呢？第一，伊是反映个平台演员涉俗艺人的本身的生活时代啦，生活中导致爱恨情仇，那么比较能够发挥。而且搿个书呢，因为自家是平台演员，也是适合自家的职业，所以背起书来非常的流畅，相当的容易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伊是近代书，辣搿个抗日战争辰光的。那么搿些辰光的书呢，伊因为电视剧里也看得多，对搿些辰光的生活呢，有所了解，所以搿个人物塑造起来啊，并不是很难。而且呢，李福良传统书上啊有一只模式，现在讲起技高大上，但是呢也很接地气，而且呢比较有正能量。特别是我欢喜搿个一类的唱片的，所以呢。通过搿个一部长片的演绎，通过搿个书的排练呢，我对自家本身的艺术还有是很大一个提高。艺术春秋呢，我搿个是第一组接触，搿个一部书呢是张义军、刘玉石两位来主理到个伴侣节目，脚本呢非常好。那么我写的搿个两位书呢，正好是单山凤搭子李凤春，尤其是十三看是两高头，虽然讲是。李凤春经历了劫难，但是两高头是互诉衷肠。那么这个书里向是两个平台演员，那么你生活当中呢，我搭有三两还是两位平台演员，而且书里向你到两高头也成为伉俪。那么你生活当中呢，你天生就是平台伉俪，那么是平台伉俪是搿个书里向的平台伉俪，说上去呢，我觉着是更加有感情，更加有。自家能够去发自家的激情啦，那么更加觉着现在日脚个海狗搿些辰光十四天生个客户办码头，不容易，为也拨了搿种地痞流氓拨了搿种汉奸18人侪也欺瞒，那么更感觉到现在多好呀！此番再上苏州电视台关照你来录一段节目，凭良心讲，时间的匆促，山高头也分海就忙。那么本来艺术也是蹩脚，但是都望大家看得起你，所以能够拨你这样一个好的机会，在此谢谢大家，谢谢苏州电视台。搿个一次通过排练录像呢，深切的感觉到，辣书台浪向设施，搭子录像呢，可能有一定的区别。那么谢谢电视台呢，拨我这样一次锻炼学习的机会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搿趟这只前苏州电视台搿个通知喊我来参加一只节目，凭据良心话，其实是一般，但是我觉着蛮用心的，因为为点啥物，拨我一个艺术浪向个锻炼个机会，谢谢苏州电视台，谢谢。搿个一位郎全成呢，我拿上本子的辰光，初一看呢，我想搿书蛮难识的。那么，其实后来跑了跑呢，对里向的人物的产生出感情出。那么可惜是辰光会比较仓促，所以呢，搿个会分黑还叫磨练，所以讲仓促个进录出，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。搿就呢，搿个电视史上做这个录艺术春秋呢，我觉着辰光还是紧张点，因为是毕竟搭搿个集中人物还是不大好约，假使个辰光宽裕点呢，我估计应该比赛录出来会也更好。再厉吧。一趟能够带孙人华来主持，海燕来主持，还有陆金华一大帮各位艺术春秋的会录里，非常开心。我还获得了交关专业浪向的方式方法。那么下趟有机会，希望再能够4个人一道合作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搿趟店里达生来是朱玲、陆金华凭4个档10个位会录里，蛮开心。我们平常辰光做惯下水。今朝拨我机会做上水，其实呢有点水饺唔饱吃，通过跑搿位书，还学到子交关物事，谢谢大家。感谢苏州电视台拨我这样一个机会，搿拉花旦里向说这样一回事，谢谢。搿趟的排练艺术春秋呢，时间浪向有点仓促，所以呢比较少，录得不好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预祝搿一次艺术春秋演出成功，能够得到你的欢喜。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艺术春秋的录制，我是录剧中的一位，叫石前头。搿位书呢，其实像
学生老师啊、士兵老师啊，都已经录过去。那么有你多个版本拨你加减呢，我觉着对你个进一步的再录一遍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时间比较紧，那么因为对我讲起来呢还有压力。一个，我虽是手最头现在中间里面，那么所以说前头嘛有版本，那么所以说压力还蛮大。那么里向有啥个不得之处，希望老听众也多多原谅。平台继续参看平台专业的朋友，各位大家好，和你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市场。从今朝开始起啊，就为大家安排一部全新的长片，是由张世军、雷云莎创作的《艺术春秋》。一听一个书名，大家侪晓得，肯定是搭平台有关的。的确，你讲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，10岁女人哪行从板板堂走官堂，历经风霜雪雨。吃足苦头，从而勇闯上海滩，成为一代大响当的故事。下面呢，现在请收视平台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张艺成、关澜上档台唱《艺术春秋》第一位女初吧。艺术春秋，搿名字一听嘛，谁晓得是讲起平台演员的故事。作者呢是上海市平台头两位著名的艺术家张世军、雷云莎两位老师。那么搿两位老师的书呢嘛，广大电视机门前观众朋友们应该是耳熟能详、家喻户晓。两部书侪是传统书，妙劲风、伤筋令，说得来深入人心、生动形象。搿两部书我本人还蛮欢喜听。搿两位老师已经退休至多年者，年逾末的创作出这样一部长片啊，奉献给了电视机门前观众朋友。搿种敬业的精神、专业的态度、热爱事业的态度，真的值得你现在辣书台浪向搿点青年演员啊，大家来思考学习。故事虽发生了1944年的冷天，搿个时代背景，的确是以平台鼎鼎兴旺的辰光。搿辰光日本人还分投降了，就像以平台啊，辣当时辰光年代啊，应该讲是风靡江南。后来建国以后，一大批名家向导、流派的创始人，伊都真正追红啊！随了上世纪的30、40年代，所以张雷两位老师。随着这样时代背景，写这样只平台故事了，一定精彩。那么就两家头嘛，今朝这是来打个帽子，拍砖引玉。辣苏州西门坳头啊，是一大片名刹。麦家弄山啊，是2间房子，里向是3家人家，侪是10岁先生。里向一间了，对门档子是2家人家。一家是吃平话的金台山余家良，对个家人家呢13岁的叫林小天，夫妻两家头养个囡恩们，拖个阿弟叫李凤春。李凤春本是治国，年少英俊，貌相真好，今年20岁，生得那样子嘛。总和现在上海平台头各部分人家差不多。小辰光随跟了自家姐夫搭子阿姐两家头一道生活，松山年份浪向正式巴士学艺。辣小码头浪向苗条村帮牌子已经不晓得。虽然这个断断续续演出，辰光不算长，但是啊，你从小熏陶得好，而且用心。勤奋，所以近几年啊，你个事业是进步的很快，是一个实施的好苗子。门前第一经理向是个还是13岁的，
叫石县长，也是夫妻两高头养个囡恩们，还带个女学生子叫石小凤。现在是早浪向5点钟辰光，住在第一厅里向个石县长已经起来着，一高头坐了腾客杯里向拍子一壶茶，辣浪闭目养神。石县长今年50岁，中等身材，到有点中年发福，理个五官了，生得为首端正，随上下巴稍显有点花，两只眼睛咕噜咕噜，一看就晓得搿个朋友不懂哈那劲。江湖浪向已经设置几十年书者，大众当中了看板不大好，但把人家接触了，侪有目的的，门槛真的巨石落。说书么平平啊，几十年江湖跑下来，一身的江湖热气，乌鹅的客，挖大韭菜，样样侪做得出。大众平常看见你了，心量比比开，不搭理都满。背后啊，侪叫你老相夫了，老江湖的。嘿，就说这样一个人啊，近来啊，码头浪向个生意慢慢就辣浪好起来着。啊，那说是一般性的，生意得辣浪好起来着呢。哦，50岁说是辣浪开始进步着。就说你近来啊，已经辣浪算女学生子，拼致命的算。等到搿种学生子，为得台台唱唱着，帮你做下水，带到台浪向去为你赚铜钿。那么老听客侪晓得了，上世纪30、40年代，搿辰光是男单档、男双档居多，男女档不大有的呀。石县长边浪向坐着个三娘，漂漂亮亮，白着个皮包啊，是硬硬的呀。所以你的生意啊，近来是越来越好。那么生意一好了，一个人会得两样子。平常搭把人家讲闲话嘛，眼睛看住天着，转起路来，两只手开始翻帮着，肚皮得得吃着。你想来看啊，视频浪向说书了，像你搿种么子，还算名家子，已经当自家名家的。就说今朝个老江湖啊，夜里向分困好，啥体么？市里向第2进个李凤春昨日在夜快码头浪向回转来着，就说一转来啊，随搭里个女学生子石小凤两家头热络得来，搿其实嘛很正常的，住了一个门堂子里向，大家年纪轻，还是蛮正常的啦。老江湖不定性质。石小凤是我个学生子啊，面孔生得漂亮，活龙黑，将来我在这里排队为我赚铜钿个。哎呦，像李凤春个三句，实讲句搭搭花叉叉，年纪轻貌相黑，搿小凤在队里向一混了，把你搭得起家。哦，搿是太对不起，到辰光我一场空了。所以大清了这里喷不上嘛，索性起来吧。拍子一壶茶，一高头盖了腾客杯里向，闭目养神辣浪动脑筋。总要想个法子，让李凤春的三句不口称知己啊！就说石场头里啊，听见到外头墙门浪向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啊，咕咚！搿声开门声音是耳朵里向听熟的。我学生子石小凤日着老规矩，早浪向要到外头去点嗓子个，就说嘎子不多一下，搿声声音得一来着呀，嘎嘎嘎嘎嘎嘎啊，咕咚！哦哟，不好，李凤春嘛，看上去个三句跟出去着嘛，阿为到昨日在夜快位置转来，搭小凤要喝着，今朝大清了，走到外头去。要为个，哪里凳子浪向还坐得了？搿张靠背3颗像装个弹簧一样，身体辣浪凳子上刚抬起来，死的可一唱，
忙着外头跟出来。那么梁上开门声音也是两高头呢，但是个两高头。不过李凤春追了前头，三凤跟了后头。三凤，姑娘今年19岁，骨子里眉清目秀，不两边听灵骨枝，一两对大鼻子挥了后头，身材匀称，可是望上去清纯可爱，楚楚动人。那么两高头那大青来着，老望着外头起面，喏，因为是一个门道之里，相邻呀。平常辰光两个三年轻，但来得个日落。那么昨日3夜快，逢春老马队浪向走来，到3凤3月份排队了，也想得过来搭里讲讲讲。哎，就说3凤队里水爷爷，是屋里讲闲话不方便，所以两高头要喊今朝斋浪向来让女初班排队。女初班来让43队后边浪来得个远，夏天的斋浪向。姑娘身上着的单薄，追了外头，只觉得冷得来，所以家里向当今追得快点，往女初班来让过来。实际上，牛档子门前是李凤春呀，分析的学生子3凤，搿辰光没路灯个，天分亮了，看门前搿条影子，爬得快得了，好说让我家里向首先到近点，到门前旁远，保持一定距离嘛，老老跟上去。3凤大概到女初班，大带里向一看嘛，哦哟，凤春带了孩子，哎呀，阿春啊，哟，你来着？你来着？哎，好说的，送你。太给，边浪坐下来。李凤春对3凤一看，姑娘生得真个漂亮，搿种貌相，将来白着琵琶坐了下水里时，不会比上山云台会几花个。3凤啊，哎，我到底3月份帮队走吧？是呀，3月份看见。你想哈？哎，我没哈，你也没哈哇？我们来花头啊，马队浪向有得这么做走，不马队进门，我就回转来市场里向四面听听，书不想想。啊，哎，3凤啊，搿辰光我上周到你讲搿只开篇，你练得哪了？搿只开篇我练没浪练，回不到手了。哦，你没关系，我唱给你听听。你好吧，爱惜听我听你唱。哎，阿春啊，我问啥呢？那你不是出马队子吗？那什么这就最来这家3凤啊，你这样夫个身体不来三着呀。郎中先生已经回头走，看上去是并不大严重。哦，阿这样是急得来，要请小心喊我转来。那现在是也只能够听天由命着。看上去我再也出马队了，要等到过几年了再出去的了。哦，你都这样夫，但真个没专业感。有啥办法呢？哎，我有3凤啊，你明年就要满4张。是呀，我记得嘞，跟先生10几年，已经帮你做家务，又没化上霜，眼睛一眨，但也满4张。3凤，你非这样讲，我晓得个，你先生是屋里向家务是繁重个，但是我晓得你向来用功，一定会夹辰光出来自家去练个。现在个行当顶要紧了，但不是先生个，要自家勤学苦练，自家去努去钻研。对个。积得勤奋，总归有成绩个。3凤啊，自家几年下来时，看上去你个基础一定打得蛮好着哇。我会不来塞了。别谦虚，两家头自家刚刚实实，哎，天呀，慢慢就辣浪亮出来着。逢春无意看到3凤搿双水啊，那望上去黑得啦。3凤啊。哎，你双水拨我看看呀！姑娘得一好得了，那13队里嘛，也看我上水着呢。队里上面孔一看嘛，哎哟，那紧张的啦！想看看嘛，看看还走啊！姑娘得来得个大方，搿双水来让身上来。队里上水一看嘛，逢春一好得了，搿双水浪向生满个东窗，特别是搿只雨水来看呀，东窗浪向生东窗，结得老多东窗。红一块，紫一块，3个像红色的指甲走，搿双水为何太皮毛了？哎呀，3凤你那水浪向侪是东窗脚，你眼睛说出来，伸出这个辰光3分3呀！哎呀，我一个水浪3半个东窗了海哇！哎呀，难看啊！说是姑娘讲，也还看着，
不然人家看见自家实家内裤上水嘛，也有难为情个啦。所以穷得来，面孔张嘛，头也顺带着。哎呀，我特意挡得着，把我龙盖搞着。先生啊，你上水哪会是这样子了？那还会是家嘛？先生师母屋里向家务侪是一竿子掰脱个。日家后腿浪向一百几户大事完，这两天就重大压力巨减，而且一日三顿海菜来不过，吃得不还呀？还搞上这个洗足不足，老天呀，那还会啥东窗？想想自家辣先生屋里过个日脚，真正三颗软了毛啊！心里难过嘛，眼里也无来着。现在冯春盯了子三凤浪看呀，看里浪出眼里，冯春心里还蛮难过。晓得个，三凤浪先生师母屋里向是一大片个委屈来。三凤，你辣浪先生师母屋里向事体，我也多少晓得点。阿说是先生是不应该的，你根子里学本事呀，不是去做佣人呀。你也不是像女徒弟，三姑娘做奴隶子。阿春啊，你非这样讲，先生师母对我蛮好的呀。三凤啊，该答应不第三个人，心里向有委屈要讲出来。虽然我跟你两家头侪不能够改变啥，但是讲出来总会比越了心里向来得好呀。我真的蛮好呀。那个人啊，随时在讲太好子。对个，先生总归是先生。哎，王爷，你明年一满4，你谁可以离开先生师母子？你谁可以离开先生师母，自家一家头出马队子？明年我会反转来。啊，哪了？那本来先生讲是活3年，那么我分出包4金，先生讲还要包3年，那留下来是还小3年。啥个？我一出马队是不觉等待啥辰光得来。说是李凤生年纪轻呀，血气方刚，听见活3年、包3年、小3年嘛，这个火得窜上来着。想说先生，那个水帘子脱了。学生子跟那一根一根锯你的了，三凤啊，那你们总归自家先生，你也不能够讲啥。你要晓得阿叔石先生，大众当中的口碑是一塌糊涂。我今朝听你这样一讲对着嘛，把人家分数话里。你到先生进来时，已经是让水女学生子，看子学生子年轻漂亮，帮你财动的，这来生意。表面上是讲得好听讲。6年人传承艺术，培养这辈人，啥人不晓得了？你看子三娘，你面孔漂亮，让帮你赚铜钿呀！哼，大家背呀，谁叫你老相府说你老高？三凤听李凤春这个哇啦哇啦讲自家先生嘛，也好个了。说是姑娘天性善良懦弱，这个闲话一点点也不讲错先生，但是。假使把那第2、3个人听见传带先生耳朵里，搿是不得了，一出事体个，眼睛辣辣里。阿春啊，你快点别讲子，当心把人家听见。当心听见啊，已经听见着。不是别人，随时首先长。刚刚个老江湖，跟自家学生子到女厨房门口里刚刚晓得，李凤春的3句已经辣里向着。想慢慢叫看啊，让我索性来听听看。两家头辣浪里向究竟干点啥个名堂？你辣浪外头听别家，上来时为当初李凤春的3句看中13凤，要像巨大的花叉叉辣浪看中我学生子，听到现在嘛，大头就不对着。搿个3句啊，让我学生子面浪向失重响，说话我挑拨你师徒关系。来听听看，来听听看。说我是老相府老江湖，老江湖顶恨把人家背后叫你老江湖，实在难不住啊！外头来得了了，死的可一场，往里向浪进来。哎呀，搿3口水声音先生啊！冯春还听见的，少先生，来浪外头听别家。哎呦，这刚刚我到三凤两上海，你不去暗听见吗？哪么办呢？
对门口一看嘛，石头先生啊！哎呀！金主你，我问与他正大光明不必。王爷，看来先生在错把位，他是听得清楚怒冲天，我是方能增长心里去。谁知那风尘失去了世人的王，谁悲伤人也被人疑，大众听闻将我于后也。这尴尬的心音，虽上忙少年。阿叔，先生，都听了子啊，女说吧里，空气蛮好。身体不错啊！阿叔，你啥辰光来个家？我啊，喏，到三凤山教育教吧。哦哟，搿老是去个，辣辣外头听别教吧。搿是非晓得个。刚正我到三凤两上闲话，已经3分乱脱，谁听好了吧？到搿个辰光进来，你非说，一个人背于讲别人了，前脚不了别人上铺啊。是蛮尴尬的。阿叔，你侪听见着？我也不是龙吧？李凤春转念头，不管那石先生平常为人呢，我辣浪背于说话呢，不应该的，我错的。而且见面对我平常见那啥阿叔的，我辣浪背于说你了，更加不应该。阿叔，我。刚出两声闲话，不应该这样讲。对不起，我错着。哦，你晓得错着，
你还晓得车子？刚刚你牙齿干扎扎啊，老相夫老高武，把我前腔听见你晓得车子。哼，李凤昌，年纪轻了，讲闲话实讲活络，得罪来算是啊。实讲一看我老高武，少少不见你谁讲我啊？阿叔，你非光火呢？非光火了，哼！你是讲背后指望我，为要害我非光火啊？就要商量李凤成。整个林发清，你非以为小木的对对已经投本领。小凤敞开皮啊！你老哥里呀，你老哥里呀！哎呀，小吴，想锵锵十2分钟写了，已经老哥不人高子。哼，小凤是我个学生子呀，我发觉呢，你老哥里，小凤年纪轻不懂事体，上那个当。哼，你老做啥牛的？当我不晓得？你呀，呵呵，你看你个小凤，马美你激情，你们十国七七，发动哈那军，你儿子让看下你小凤啊？阿说不对个，你我为止我这，我没这个意思个。先生不是个样，跟我是张浦警察先生师母打隔壁乡邻，所以我要奉承来给到女厨吧，我想到你离离开开唱唱的。好，你别想，小娘，成了奉承了的第二副杀子呢，你呀昏脱了，我为主今天门上来了啊。看先生这样光火嘛，非想着。哼。你到两家头上唱开篇啊！我外头来自上有这个，你到阿浪唱开篇了，我一3分听见哇，哼，唱开篇。李本领，你到女厨房里得啥个正经？刚日果子要为相逢，拉到台死。阿说真个不是你想个这个呀，我没这个想法的呀。哼，你上级让三凤面浪向失望我啊？你上级天不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欺瞒的呀？还是我让欺瞒三凤啊？哼，三凤是我当里向自家亲生囡恩这样看待的呀。你自家慢慢里看啊，三等六是公里7公里窄。养得你这样憋憋之之，有这样实际的努力个，哼！你为了讲我啥？是我光绪女徒弟，这来上衣襟，西做和尚啊，赛军营。是我算女学生子，我算学生子管你多少天了？搿点学生子上天去，发起帮别人了，要来帮我实现生人。搿么我到底江湖浪向还有3个4个样子了。我上天拼男女党，上天当女学生子上台说事。搿个是时代辣浪发展，是流行，是创新，晓得？听课谁个？还不去打听打听。你像现在外头呢，各部分陆金花、陆人民、穆桂英、水果陈毅、马志伟、张建珍，啥人不是男女党了？懂不不懂？哼！你晓得点啥么子啊？我大理都说实事，乐艺人传承艺术，平台讲有量传统叫传帮打，晓得？我当学生子上台为你多负责呀！
还是我这样种名家隔里多设施，打里多上台我错干。冯生想得很不像，自家还自家名家呢。哼，你都财发清爽了还啊！我大学生子设施，侪是为你多好。也你都来这个背手忘我着。哼，李凤成啊，我跟你讲，今朝我跟你讲明白。今朝我来讲我乃勋，我叫石县长，乃叫李凤成。我与两家门后撇得清。许过个孩子好做人，啥来背后来说话我子，你有啥资格说话我啊？我当然讲今朝事体，我随便拉发满级个，我要去讲本都家父领下天听了，我要去讲了，我要侬今朝个事体讲本都家父听。娘临下天，打我把礼平，乃阿舅个因为口该应，真正要气杀我子，要死垮子！我江湖浪向说事实之上同伴是人生，今朝不来个三句背后了说话我要去讲本家父领下天听了，我要让你评评理，乃李凤成阿舅自家背后说话我。李凤成听你要去讲给自家家父听嘛，哎呀，这个了！想你家父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这样去讲不理听时，里边一急一气，真正有点啥事，我哪对的是家父啊？哪对的是阿姐啊？阿说，对那不是，今朝是我错子，想想呢，还有啥该桩地非要去讲给你家父听，你非要去警察里子，啥个？那么我随着讲说着。还是今朝你这个背后说话，我随这个骂你不认啊！他说：“你要骂他我两声，打他我两句，你才可以的。巴多你还有啥？你家父，你真的非要去警察里子？你还晓得，家父的身体已经不灵了嘿，郎中先生已经回来着，看上去是已经并不得儿子。你趟现在去搭里讲，你让送礼上路子。”哦，你现在晓得锅里多家父子啊？你有良心的了，懂道理的了哈！哼，我看你多家父的毛病啊，头一半把那个发长期的阿舅气出来个，晓得？蛮好，李凤成，我今朝起两头，该桩事体到此为止，我随手不去讲给了林小天听，不过闲话今朝跟你讲明白。阿说。随便啥闲话，你讲，我总归侪听你个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门堂子里向事体，你非要来插水，非要你来管。三个凤是我个学生子，我是为得个里个，非要你这个磨叽叽。哼，鸡胳膊分干了啊！马队上接头先当我来问，晓得？小凤啊，先生，为了兵了啥天啊？跟我走去。说话嘛，李凤城里看侪不看，死得可一场，往外头出去。小凤一看嘛，还不能再多讲啥子。对凤城忙忙，你要快点走去吧。所以眼睛出门，来让先生背跟上去。该搭的女车房里现在辰光，随上李凤城一杆子。想今朝是啥个名堂呢？今朝蛮好个事体呀，本来我也三凤出来一道讲讲，上元不看见着，昨日浪向交流交流，弄得来这样个腔调。石县长闲话分讲出，我有啥个资格去割三凤人？我有啥个资格去同情帮助你？三来娘，一个人能有同情帮助别人啊？你先衡量衡量自家，你到底还有搿点本事，还有搿点能力。往往呢，
你的身上这类是非多样，今朝李凤春随时讲，像今朝三凤转起时，不把肚子吃了海，好好说对飞机都这样说着，转起吧。那么李凤春转起嘛，伊两高头还要转着，随时得该打，明朝来辰光，欢迎来听众收看第2回。李凤春搭3凤，辣牛车棚里向谈谈说说，本来嘛蛮吓一桩事体，不晓得拨了陕西张误会，搿个2个30岁辣背后戳自家鼻脚坏，一大片个火没地方出，看来搿个女大的3凤啊一旦瞒着，搿么大子哪哈呢？你明仔再听下去。搿个是一部讲述10岁人的血泪成长史。30岁初出榜，为生计最孤单，10几度内地房，决于余生，再把尸体上。水户家村上片艺术春翠，95年前起盛大开播。电视机门前的广大平台爱好者来听课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州平台头演员，我叫张义成。先生呢是张君梅老师。那么一趟非常开心，能够到电视书上来录搿个一位书。搿个是电视台搭子张树军、刘云章2位老师对这个爱护器重，心里向非常高兴，蛮荣幸。假使讲说得不好呢，请听众们大家要多多原谅鼓励，谢谢大家。电视机门前的来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苏州平台头的桂兰。搿个一次非常感谢电视台拨我这样一次机会，录制搿个一位艺术春翠的女车班。因为辰光比较紧，所以里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希望来听众们多多原谅，谢谢。艺术春翠呢，讲的是10岁艺人的悲欢离合，所以呢，里向会得出现不少平台教的专用行话俗语。为了让大家更多的理解，那么从现在开始啊，你特地开设置一个现场课，向大家教材一点行话俗语到底是啥个意思？哈，那么接下来有请主讲人。平台活字典每天第1点，平台的所有的行业营养概，侪有属于你自家的专业用语，而且呢，会员发散得来，观众朋友可能有种已经熟悉着。不过会员一些啊，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呢有点陌生，特别辣搿个一部艺术春翠里向呢，讲这个行话啊蛮多的。那么呢，从今朝开始呢，我会得拿书里向经常用上的一些平台的行话，带大家来解释一下。比方讲，像今朝呢就讲上一个词汇叫“来相夫”。啥叫来相夫呢？你随时指平台演员对内行行家称为相夫，对于资深的行家呢称为来相夫。那么还有一种叫台下来相夫。就是讲，有一种演员台浪向么水泥平平，平不出彩，但是辣台下头只嘴巴巴拉巴拉来得个会讲侃侃而谈，说别人觉得蛮会个头头是道。所以来相夫呢是一种带点讥讽的称号。码头，啥叫码头呢？平台演员对外头演出呢，就叫办码头。可能是因为平台浪江浙沪地区比较流行，叫书香十国，市场多数侪是以码头而建。那么演员呢，趁之受来往于各地的演出，所以办码头呢，就是这样一个出点。这，拿三红一把转来嘛，两家头在外头。师姐，小王，你下去哭家？我分哭啊。我也分哭了，眼里侪了面孔了。条条没带那个分，昨日吃着生活，还不敢想。师姐啊，搿么娘吃早饭里讲分吃来，厨房该去吃我做呀？我吃不落。哦哟，不吃不来噻个，做不动事体个。啥个？中浪向蛋米三饭，我帮那个忙。小王啊，你到上你那讲闲话？不上话。快点去练琵琶！晓得在。哦哟，凶不凶得来，真家好。师姐啊，条条没闲话翻起来心里想讲，你都是啥个个脾气呀？吹不过，总大概年纪阿毛呀，干年纪。我去练工厂，打琵琶一拿嘛，
马着外头去。哎，我老该到屋里向，这就拿三王对自家定定规则，再贴心。别让人家一直在意我看。那么三王还有休息个呢？不，留下来呢一起马大山，马子一个上半日，三菜全部都正海么台子浪向一放。先生、师母啊，吃饭再。等到吃过中饭，单先生一记赶上。